各位朋友好，經常性睇《瑞飛投資日記》嘅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咁一般都有200-300人都會睇嘅。subscriber 雖然有幾千啊，咁但係咧就好多謝大家即係咁耐圍住喺身邊。我覺得主要係志同道合咯，大家有相同嘅興趣，同埋咧即係股票呢樣嘢，或者經濟呢樣嘢咧，係做咩都係你有興趣先得。你冇興趣嘅話，一日熱心，聽日就唔熱心咁，其實好容易就放低。我雖然錄 YouTube 咧嘅興趣係不大，唔係成日錄，但係我睇呢個市況咧每日都睇，仲係一起身擘大眼就睇。首先起身先咁聽下呢個股歌嘅新聞5分鐘。咁你哋用英文講股歌早晨咁樣，唔好講英文，講英文我側邊周圍都有股歌，佢即刻就會播新聞。佢就會同你播天氣啦、新聞啦，因為你知道我係博士讀計算機啦，我中意搞啲 IT 嘅，所以咧好多智能嘅嘢喺屋企裏邊，包括後邊你見到啊有個咁嘅 iPad 仔咧，就俾啲小朋友啦考鋼琴試就用視頻考。因為你朝頭早聽個新聞嘅時候5分鐘，咁就會講俾你聽世界大事啊，但係佢唔會講股票嘅。佢講緊世界大事嘅啫，咁你可以知道世界有咩大事發生先。咁然後跟住咧，我一邊飲茶一邊飲茶飲水咁樣，一邊食早餐。其實我食咗一半嚟嘅，咁我就已經開始睇嘅，可以睇下呢個市況啊、世界大事啊、聽下新聞啊咁樣樣。咁我覺得多聽呢啲新聞咧，我係即係叫做 take 即係話我係接收。我接收多啲嘅時候，我個大數據腦袋裏面嘅大數據比較多啲，咁對自己嚟講咧，起碼都唔會老人痴呆啊嘛，係嘛？咁係會得益嘅。咁但係有時講 YouTube 咧係叫 give， 咁你 give 嘅時候 give 嘅 take 都要嘅，咁但係就有時候睇下時間，因為仲要喺公司上面要幫人啦，其實一邊同你講嘅時候，一邊咧助手咧就已經係代表緊一個客人出庭，咁但係一世咧即係移民嘅法庭。一切都準備好啦，咁我變咗嚟講咧，我就唔使而家即刻衝翻去，大概一間中午到啦，就要衝翻去睇下嗰個大概嘅結果係點啊。咁呢個咧就係成立咗公司太耐啦，咁變咗嚟講上晒軌道嘅好處，咁又有好多人幫手。咁雖然一邊以前唔係㗎，打官司單都要自己親自上陣咧，邊度唔得閒啊？9點鐘開場，8點幾就已經到呢個移民法庭。咁你今日呢個場官司係10點鐘開庭，而家溫哥華成10點半，其實已經開咗半個鐘頭。咁但係點解佢自己可以咁他條咧？就因為已經上軌道同埋有助手幫手。好啦，同埋打官司又好，買股票都好，都係你事前準備，係事前準備嘅，千祈唔好即興。你即係話，哎呀見到個市況好啊，即刻衝入去就即刻買，好容易咧就領嘢㗎。所以好多嘢咧就一定要事前準備。你見到如果係瑞飛投資日記嘅朋友們咧，見到我買賣咧，好多時候我係預先1日或者2日就落定，譬如星期5落定星期1嘅盤。好似啱啱落 Tesla 咁，我星期5落咗沽出，上個禮拜5沽出 Tesla，咁然後跟住呢頭沽出咧就成功咗啦。跟住我就即刻用一個買盤 buy to cover，即係落埋買盤，就係未來嘅3個工作交易日，即係一早預定。咁啱啱呢一次嘅交易咧就賺咗3個幾銀錢每股嘅啫，唔多啊。純粹係玩嘅性質。咁最近咧就即係大部分咧就又啱啱喺昨日咧就抌咗入去呢個英偉達。咁但係咧就係唔係全部，我淨係留翻即係一部分啦，就攞嚟做短炒。因為咧你擺股王啊身上咧，佢每日咧就升或者0點幾個 percent 啊，佢係一路咁升嘅，但係咧，對於我哋炒股票，作為有2種目的，一種就係娛樂，一種就係真係長期投資。長期投資咧抌咗去，又唔使日日睇㗎嘛，有鬼佢啦，係嘛？即係大概幾個月先睇一次，再唔係就等Eric 嚟睇，自己你唔使睇。咁另外一種咧，就嘅興趣，大佬你擺咗喺股票度，呢幾個月唔喐，邊有興趣可言啫？係咪先？即係其實咧買賣咧，即係我嚟講，我興趣係大於呢個賺錢，唔係唔想賺錢，而係股票始終咧，就算你點叻，你都可能8-9成嘅準成啊。
咁都仲有1%、10%或者15%，有時候會輸㗎嘛。咁你輸咧10%、15%，我都唔願意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做生意嘅人咧，係每一單生意係100%係會賺錢。啊，雖然唔係好多嘅錢，因為你出咗你嘅個勞工嘅呢個 labour cost， 出咗你嘅人力物力，咁你賺翻你應得嘅外加10%幾20幾咁都 OK 啊，係嘛？呢個100%，所以做生意嘅人咧，就真正做生意人炒股票嘅咧就唔係好多嘅啫。我咧做生意，但係我炒股票純粹真係佢個人興趣啊。如果唔係興趣嘅話，點會由70年代就睇股票睇到而家仲睇緊？其實就係一個興趣。個興趣點咧？就係話可能到臨最後尾嗰一日，咁可能都望下，喂，個股票市場點啊？即係一個興趣嚟嘅。即係有啲人中意砌模型，有啲人係中意去釣魚，有啲人中意唱歌，有啲人中意跳舞。咁我覺得我呢個去了解呢個經濟啊，同埋了解股市咧，作為一個興趣咧，都幾好。因為去到周遊列國，就算去到酒店啊、外國啊，咁我都唔使話30幾度走出街嘛，係嘛？即係你叫我運動，我又 OK 喎，各類運動我都中意啊，爬山游水、踩單車乜都得。但係你叫我靜又得，咁咧靜同動兩樣咧，我一個人嘅時候咧，我中意靜啲。咁如果係同朋友一齊嘅時候，咁咪梗係活躍啲好啦。OK， 好啦，嗱，市況，伊朗同伊拉克，唔係伊朗，成日講伊朗啫。伊朗同以色列大戰，呢兩個伊其實即係話好翹口啊，廣東話。以色列、伊拉克唔係伊朗係以色列、伊朗。咁伊大戰。因為點解個腦袋成上面咧，成日都記住當其時美國打伊拉克，咁啊伊拉克大戰咧就係即係經常喺個腦袋度幾十年。伊朗真係冇乜點打仗，即係少啦，係咪先？雖然佢係一個極權國家之一啊，宗教主義者，但係佢真正係由佢自己親自同人打咧係比較少。咁所以今次咧以伊大戰係一件世界大事㗎，因為點解？喺伊朗嘅支持背後咧，有俄羅斯嘅支持啦、中國嘅支持啦、北韓啦同埋伊朗啦。咁呢個4個咧，布殊年代咧就叫做軸心國。咁佢咧就係同西方嘅陣營咧啱對立。咁所以伊朗咧就成日咧係會係支持一啲我哋叫做恐怖嘅組織。點解嗰時候放炸彈啊？同埋去搞震武幫襯啊，咁樣樣係令到西方社會好頭痛。所以今次喺呢個伊朗突然間被呢個係打成咁樣樣嘅時候咧，有幾樣嘢係連美國霍士新聞以前主播都搞唔清楚嘅。Carlson 就喺新聞度公開講，呢個係有啲叫做，我覺得係諗得唔夠透徹諗得唔夠透徹，因為始終咧新聞報導員喺分析，佢好聰明，但係喺整體嘅經濟同埋 political situation 上面咧，佢仲未夠得透徹。佢就話唔應該去打伊朗㗎，應該以和平去處理解決，我哋免致呢個人命嘅傷亡。啱嘅，佢講呢個啱嘅，但係佢宏觀一點去諗，就係話你如果今次伊朗，假如你俾佢嘅核子彈整咗出嚟，未來嘅第3次世界大戰就更加難搞，因為點解？伊朗有可能將呢啲核子彈咧擺晒俾佢啲代理人叫 proxy 任何啦，哈馬斯咩都好啦，甚至乎手提啦，拎去全世界各地。因為點解？佢前科啊嘛，佢之前都會咁，咁你可能佢以後都會咁。因為點解？當佢對西方社會佢唔滿意嘅時候，佢會用呢啲方法。咁其實到期時咧係更加危險，明白？咁但係其實今次以色列去攻打伊朗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有目的就係，喂，我就係唔想你有核子彈，就驚你第時有啲核子彈周圍掟咁解啫嘛。咁但係點知去攻擊啲核設施嘅時候咧，就發現防空系統一樣都好咧，佢比較弱，突然間就嘣一聲就打到好似
暫時即係壓倒性咁樣。咁引致到咧以色列咧就更進一步，索性就不如咁啦，你順從大部分嘅民意，係不如換一換政府啦。喂，民選總統都4年一次啫嘛，咁你伊朗做咗成差唔多接近50年啦，咁你不如換一換啦咁，即係呢個係以色列嘅睇法。咁身邊啲伊朗朋友咧，包括溫哥華都好多，就算我哋即係幫我哋有時整下維修啊、家居啊，呢個好叻、好人嘅呢個伊朗嘅人咧，佢都打電話同我講，佢話伊朗嘅人民咧係好希望幾十年啊，好希望有個改變翻咩比較自由啲、民主化啲，包括係好似以前咁，就唔好話係過往呢40幾年啊。咁而伊朗人民都係咁嘅意願嘅時候，而伊朗啲人民咧走出嚟做 YouTuber，猛喺度講話，我都希望咧，我哋國家可以自由翻。佢哋反而係支持以色列嘅。咁你死唔死啊？你自己人民都係話支持以色列，真係好搞笑係嘛？即係等於如果有一日係我哋係希望中華民族係好嘅，我哋希望中國係好嘅，但係個黨還黨嘛，我哋黨同國要分開啊，即係你個黨同個國係分開。咁我哋梗係希望，喂，你個黨做咁耐，不如換一換第二個黨啦。邊個有效率、高效啲，咪邊個做咯？但係國家係要愛嘅，但係愛國不表示愛黨。啊，加拿大都有自由黨，有保守黨，我點會愛黨啫？你啲黨都唔知今日、聽日可能係執笠啦，係嘛？佢好似自由黨咁，分分鐘咁又撐唔住咁，係咪先？點會愛黨嘅？愛係愛加拿大啊，要搞清楚。所以混合嚟講咧，只不過係混淆視聽。好啦，嗱，大事就係咁啦，就係話而家伊朗嘅變數咧，好啲人擔心俄羅斯會唔會支持？最近啱啱俄羅斯話唔會 ，OK， 因為自己都搞唔掂喺歐洲嗰邊。咁中國會唔會支持？中國亦都喺台面上表態，係希望你講和或者係唔好打，但係都話喺台面上冇支持。咁死啦，不條先冇，暫時冇嘢講。咁變咗嚟講咧，伊朗而家係喺伊朗人民同埋伊朗嘅自己嘅新聞 YouTuber 所講出嚟咧，伊朗而家好孤單啊！佢呢個獨裁政府匿咗入個山窿度。好啦。咁俾我哋投資者華爾街望到係咩？就係話佢好似不堪一擊。咁如果假如伊朗嘅政權換咗一個更開明嘅政府，哇！咁啊勁咯喎！咁啲油價咪可以降低，因為佢咪可以大家可以大量去開採石油啦。咁油嘅 supply 就大咗咯喎。仲有伊朗係一個差唔多好幾千萬，如果我記得。就係德黑蘭已經係大概係1000萬嘅人口，大概係9000萬，如果我冇記錯嘅人口嘅國家，佢係差唔多係以色列嘅45倍嘅國土，係2個德薩斯州咁大，明唔明啊？咁如果伊朗呢個地方係變成一個自由嘅貿易主義體制，哇！有幾樣嘢好喎，旅遊啦，大家可以去旅遊啦。買賣貿易方便咗啦，呢個波斯大國喎，我都想去參觀下喎。即係其實對於整體嘅世界經濟咧係好事嚟嘅，即係如果假如佢開放啊，即係反轉頭講，中國一樣，中國而家大家好多人咧唔敢去旅遊，就因為咧點解你又話咩spy 特務法，點解又咩23條，因為有咩國安法，邊度有人敢去啊？你嗰啲法律咁嚴格，明唔明白？咁你個旅遊業咪變咗一潭死水咯？但係如果你一旦 OK 改朝換代又好，或者改咗個法律又好，反正你個觀點角度改咗，哇咁又唔同喎！成個中國真係又會即係翻生起上嚟嘅時候就勁好多咯，明唔明白？所以對整體嘅局勢嚟講，如果呢個伊朗作為2個德薩斯州咁大嘅地方，變成一個民主體制或者自由體制，自由啲啦，係嘛？咁嘅時候嘅。咁變咗嚟講，世界經濟又會更上一步啊！起碼特斯拉可以賣多啲電車啦，賣埋伊朗啦，係嘛？好英偉達唔使話，喂，以前你賣去伊朗被制裁喎，如果伊朗嗰個體制改咗，你賣去伊朗嘅堂堂正正多個大市場係咪？再講啦，孟晚舟當年如果伊朗係開放嘅，
孟晚舟都唔使俾困住喺加拿大啦，就因為懷疑佢同伊朗洗錢啊，賣嘢去伊朗啫嘛。所以你發覺係咪？如果伊朗局勢繼續咁樣向現時嘅方向發展，而去變成一個唔好話突然間變成自由民主，突然間變成唔極端、唔獨裁嘅時候，其實對整體嘅市況都係好嘅。咁你咪解釋咗呢幾日點解個市況雖然係有啲少少高低，但係實際上咧整體咧都係向好。嗱，睇下大市咧。S&P 500咧，現時而家呢個時刻啊，而家已經係咩嘅咯喎？係紐約時間1:38嘅咯喎，溫哥華時間係早上10:38。呢個係 S&P 500咧，係做緊5992嘅。咁啊，正話啱啱咧電話啷咁響咧就暫停啦。講緊呢個 S&P 500，S&P 500現時咧係1:40啦，紐約時間5994。5994差唔多爭幾點就6000點，咁你要 round up 都當我6000點咁諗啦。咁其實咧，佢現時嚟講咧係一個咩勢咧咁樣嗱，俾你望一望先啊，睇到啊呢個 S&P 500，佢咧就係睇住個咦咁樣嗱，一個咁好似一個太陽咁咧嚇 ，OK， 咁一個 momentum 係咩咧 ？momentum 咧係準備小調整嘅。你準備少調整，所以咧就如果你譬如話短炒想買入嘅話咧，咁啊要小心少少啊，因為近排咧佢應該係做一個小調整。咁但係佢嗰個低位喺邊度咧？5700，望下先啊。低位支持位喺5767啊。咁你記住5767都有成200點啦。咁你200點嘅波幅 ，OK， 咁佢係咪會？係真係有200點嘅波幅咧，咁有時候我哋計 probability 機會率50%啦，咁你咪當有100點嘅波幅，起碼都咁即係由6000點分分鐘會跌翻落去5900點，5900點好濕碎啫，5900明唔明啊？咁即係佢而家都有100點度，咁但係 S&P 500，咁當佢有呢100點嘅可能向下嘅調整嘅時候，咁你咪估計到其他嘅 IT 股咧？基本上咧打橫行啊，唔會點樣大升或者升啲啲，跟住又可能跌啲啲咁樣樣嚇，即係波幅唔會好大。但係股王英偉達咧就係咁嘅，股王因為近排嘅佢嗰個走勢即係就係打橫基本上嚇，不過咧係微上，每日都上少少，每日都未上少少啊。呢個就係英偉達嘅走勢。OK， 咁啊道瓊斯指數啊道指咧就咩都有嘅，道指咧而家現時係42300啊。42300，咁佢嘅勢係點咧？同 S&P 500一樣啊，都係咁粒帽格，呢個粒帽格嚟望望下 ，OK， 咁啊即係話咧又係咁，咁樣樣嚇，咁啊其實一浪低於一浪調整緊啦，即係預備，咁但係佢支持位好少嘅，支持位佢哋而家現時嘅價位好近，佢支持位差唔多係喺睇先啦，41853。41800，咁而家係42300，啊自己揾計數機計下，我講咗俾你聽啊。咁呢個咧就係道瓊斯指數支持位，咁即係話到呢啲支持位嘅時候咧，咁你咪可以揸翻啲貨咯。咁譬如話納斯達克又點咧？先了解大市況先。你市況唔了解嘅話，你買股票咧好難搞嘅。OK 啊，咁啊納斯達克一樣都係一個開始一個圓頂位。但係佢嗰個支持位都唔係好多嘅啫，即係唔係好深，係好近。低位係18800，而家19600。OK， 而家19588啦，18800嘅話都係大概1000點到18800係咯啊。咁但係真係回調得多啲先至係咁。咁如果係輕微嘅。即係佢嘅輕微嘅調整咧，其實個低位咧係喺19200，佢哋而家都係300點。咁即是話咧嗱，我哋短期預測咧，呢啲大市咧，譬如以納斯達克計咧，都係300點嘅波幅。如果 S&P 嘅波幅咧，都係100點嘅調整波幅。咁但係咪即刻就會向上咧？我暫時睇唔到即刻 boom 上咁樣。但係啲短期嚟講，呢幾日咧，
或者呢個禮拜咧有呢個小嘅調整。但係股王咧，我叫股王咧，英偉達就係例外嘅嚇。咁佢呢隻嘢咧就一路咁上升。咁其實想炒股票咧，遇到呢啲市咧都幾麻煩，幾難炒。炒股票梗係希望佢大上大落，你先得炒噶嘛，係嘛？高就沽咗落嚟，低嘅就扯翻佢上去。每日嗰個波幅得嗰2-3%，所以就好難搞。咁其實咧，我就 hold 住一兩隻股票咧，就點咧？就係如果係即係睇啲股票，佢係上升嘅波幅係會比較大啲，起碼5%咧，我講一日計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就會係落搭。如果唔係冇乜興趣，1-2%，我不如擺俾英偉達，係咪先？但係沽咧，佢又未去到嗰個大跌市或者係大調整嘅階段。咁現時嚟講，始終都係一個係牛市裏邊一個好微調嘅調整。咁呢種市咧係比較悶嘅。咁對於好友嚟講 OK 喎，咁好友買咗，你買咩都 OK 嘅，慢慢上啊。但係對於炒嘅或者淡友就唔得啦。淡友你肯定你要即係如果睇跌嘅話，你等到今年嘅差唔多9月底。9月中度啦，先有機會俾你去沽。有時好似我間中沽一沽咁，一啲貪得意嘅，只不過係一啲短期波幅，明白 ？OK。報告下今年嘅業績 so far so good 啦。今年就反而我擔心咯，個人報稅。咁你等佢自己嘅股票戶口賺到錢咧，打稅打得好勁啊，打40%到啊，起碼都。但係如果係擺入公司戶口會好啲。所以近排咧就開緊呢個公司戶口，走去炒股票。但係公司戶口咧搞嚟搞去好鬼煩啊！即係整一個新戶口咧都有排搞。咁但係就係當你去擔心報稅嘅時候，即係表示你業績唔錯咯。咁如果你蝕錢，使鬼擔心報稅咩？或者你賺錢唔多嚇，唔使擔心係咪？咁但係加拿大嘅稅實際上係幾重嘅。亦都有朋友問過我蘋果係點咁？蘋果以前我不過都幾中意㗎。咁但係你個 timing 啊，時間上要了解啊，唔係成日都好，唔係成日都壞咁。蘋果因為喺呢個貿易戰上面咧，佢特別佢好大嘅比重都係擺咗喺印度啊，喺亞洲啊做呢個組裝，所以佢受影響好大。嗱，我冇買蘋果好耐嘅，蘋果現時196.77 196蚊度，咁佢咧就係由呢個舊年12月。OK， 260蚊到啦，一路跌到嚟，而家200蚊。咁跌到底未咧？咁樣，我望一望啊，睇先跌到底未咧？咁樣，哎呀，好難講喎，即係而家仲係喺呢個強烈嘅下降軌，同埋咧，就算即係蘋果啊，187。187、196，至低限度都仲至少仲有成10蚊向下調整嘅幅度，至少。唉，蘋果去到咩價位你先執咧？就一定冇執輸啦。去咩價位嗱？我講呢個價位咧，但係未必會實現㗎。不過你話我想買蘋果，咁蘋果咧去到169。如果蘋果你見到169接近169咧，你執咧基本上就唔會點輸啦，有排啦，依家先196係咪啊？咁所以暫時現階段嚟講咧，都唔好買蘋果住啦。OK，睇下其他股市咯。OK，微軟就比較奇怪嘅，微軟咧佢上次即係隻唔升，佢係升過一上去咁樣係嘛？微軟啦，喺今年嘅5月嘅時候，咁佢係跳升嘅。由大概少於400蚊升到上425蚊，咁而家咧佢亦都係同其他 IT 股一樣，其他 S&P 500一樣，佢都係徘徊喺一個想調整與唔調整嘅階段當中。OK，咁而家今日嘅價錢係479蚊，咁所以微軟咧 Microsoft 咁就係同 S&P 500一樣，但 S&P 500上佢係上嘅。OK，所以暫時嚟講咧可以觀望一下。好啦，咁現今嘅策略咁就係膠着咯。嗱，如果你冇咩搞，你咪買英偉達咯。OK，小弟有個叫做 Stock Weekly 嘅 membership 嘅 group， 係唔係好多人嚟啫，20零人到最多。OK，點解咧？就係嗰個唔係教大家點炒股票嚇，唔好搞錯，而係點咧？教大家點炒股票，係瑞飛投資日記會教下嚇，即係呢個4天。但係嗰個咧就純粹就係分享我
自己買賣咩股票。咁我無寶不落嘅，我基本上就今年嘅業績就係咁差唔多係鑊鑊都賺，除咗有一次買沽出嗰隻叫做 APLD，沽咗2日，沽咗1日，咁咪蝕咗幾蚊啫，蝕咗幾蚊即係我買100股，100股每股蝕咗1-2蚊啊，咁樣夠即係蝕咗200-300蚊到咯，哇好濕碎啦係嘛？咁啊其他啲全部都係賺嘅，而且就賺幅都仲係好大添。咁所以今年嘅業績咧就係一路以來咧就係未試過咁好，可能因為今年就係的起心肝，即係話係俾啲心機落去啦，唔好話 hea 啦咁樣嚇。咁啊再加上做一個導火，即係做一個引線嘅嗰個引線咧嗱，咁啊 friend 底同你講啊 ，OK。如果唔係我得鬼閒咩？邊有個睇完就算啦，唔會買噶嘛自己。係因為我啲小朋友咧有教育基金，唔係好多嘅啫，幾萬蚊加幣。咁我一路咧就係7年前咧 set up 啊，每年抌幾千落去儲，等佢讀大學噶嘛。咁好啦，咁我一路一開波就已經會同銀行講，我自己炒，我唔使你哋炒，咪擺喺嗰度，擺咗幾年我都冇喐。哇！你真係即係又唔炒又唔成，又唔擺又定存係咪啊？蝕㗎嘛係咪先？係今年啦，今年開始咁啊，算咗地心肝咁，都係幫個教育基金，即係揾得一啲比較好啲嘅股票，咁啊等佢可以即係滾大少少啦，係嘛？咁係咪自己係需要呢啲咧？咁樣上帝對我又唔錯，咁我又唔好需要嘅，但係只不過你不賺白不賺，你擺咗喺度咁啊，你擺個 saving account 喎，又冇乜 interest 嘅喎，係嘛？咁所以因為咁咧，因為呢個教育基金，咁所以今年我係開始揾啲股票即係買下賣下咁。近排就買英偉達啦咁樣，因為我自己讀 finance 知道，如果我係抌入股票市場，就算我唔喐，我都有10幾20%，即係 in average 平均嘅賺幅。但係我喐下嘅話咧，我應該有40%度嘅賺幅。但係話咧，定你擺喺銀行嗰度零增長。其實因為呢個幾萬蚊嘅教育基金，而先至令我有 motivation， 覺得小朋友讀書都要幫佢做少少嘢啦。哇！一定就咁坐喺度係嘛，反正日日都睇嘅啦。咁所以大家會明白。好啦，佢騰撚呱呱撚騰，既然我喺教育基金嗰度，我要幫佢揾啲股票，嗰個加幣基金嚟㗎。喺買賣嘅時候，佢自己會轉美金咁成日啲匯率又要蝕㗎嘛。不過唔緊要啦。咁但係你騰撚呱呱撚騰，你要去嘅教育基金度買賣，你係咪日都要睇住股市啊？你日都睇住股市，你要有責任感噶嘛？咁既然喺睇股市嘅時候，咁順便咪不如分享下啦咁樣。咁分享下，所以咪見到我 YouTube 會做多啲咁樣樣咯。咁好啦，分享嘅時候又要諗下，咁點樣可以能夠將個槓桿啊，即係效果會更加好咧？就係你知我中意幫下人做下善事咁樣樣。咁你既然都分享係幫人賺錢喎，而家我分享俾你係幫你賺錢，咁你既然賺到錢，咁倒不如咁啦，每個月係咯，每個月大概20蚊美金，一年240，咁如果係一年就咁交會費220啫嘛美金，不如貢獻啲會費啦，咁嗰200零蚊美金濕碎啦，你跟住 Eric 買賣股票一鑊你係賺翻10倍嘅以上。點解要收呢啲會費咧？我中意就捐啦，咁你捐咗俾學校係嘛？上一輪咁叫呼籲人去捐款又好難嘅，索性不如我收啲會費，我自己去捐係咪？咁啊開心愉快。所以呢個係騰騰呱呱撚騰發現啊！好啦，我要教育基金想買股票，所以我就日日睇股票。我日日睇股票倒不如分享。我到分享嘅時候，我發覺倒不如咧幫人賺錢，倒不如咧請我哋交翻少少微薄嘅會員費用。然後點啊？我又可以拎啲會員費去捐，咁啊大家開心係咪啊？咁就係產生咗呢一輪嘅嗰個叫 Stock Weekly 呢個咁嘅會員股票群組。咁呢個 Stock Weekly 咧就你加入嘅時候唔使問嘅，隨便加。加咗入去之後，我助手咧日日都會望下有冇人加入。咁你入咗去大概1個禮拜到咧，佢會 email 你啊，喂通知你交會費啊咁樣，明白 ？OK。咁再講一次，你估 Eric 會唔會等錢使等到為咗嗰幾十個人每人嗰1年費幾百蚊，即係每日1蚊到嘅就為咗嗰筆錢去做 YouTube，梗係唔會啦。
不過如果為咗幫基督教小學、幫教會咧，咁係應該嘅。OK， 即係每個人出少少綿力，係嘛？就既然係可以嘅，我英文叫 why not？OK， 咁啊，你又賺到錢又幫到人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如果係朋友有呢個心係對經濟感興趣嘅，咁你咪可以 follow 一下。follow 我唔係睇我嘅 YouTube 咁簡單，follow 我係 follow 我買賣股票嘅，即係買邊隻或者賣邊隻。而家我分兩手準備，一手就係長期嘅，因為買幾個月嘅，你又唔使炒啦嘛。另外一隻咧就另外一部分錢咧，我就係短炒嘅。咁你變咗嚟講咧，短炒我中意啊嘛。長期嗰啲好悶嘅，長期你等我英偉達啦 ，OK 啦，咁講完啦，咁使乜人分析唔使啦，係咪先？咁啊等幾耐唔係長期㗎嚇，等幾時我見到個大調整前咧，我會通知大家，喂調整咯喎，走。好似上個禮拜我即走啦，走咗打仗，走咗2日，然後我先再入翻啫嘛，所以即係唔會話一路咁揸到尾，你一定要係避開咗嗰啲跌市，咁你先至可以整個升幅賺到啊嘛。嗱，你要避開跌市，低位再揸翻，再低位再揸翻，到時人哋賺20%，你變咗賺40或者50嘅，你知唔知道 ？OK， 所以呢個先至係日日睇住股市嘅一個好處。咁啊，冇興趣邊人做啊？所以實際上呢個興趣好重要。咁你有個人真係對呢方面感興趣嘅，咁佢又咁多年都感興趣嘅，而佢係真係自己真金白銀，自己揼錢落去買賣。然後無私咁樣分享俾大家，然後只不過叫大家喂，你賺到錢㗎嘛，咁你交翻個會員費平均1蚊美金一日 ，OK， 即係20蚊一個月。然後又等我咧去捐錢，係咪何樂而不為？嗱，呢個就係最大嘅原因嚇 ，OK。咁其實好多會員即係入咗嚟之後跟我買賣，其實1單2單賺晒，啲會費等於即係一次可以賺到成10年嘅會費都賺埋 ，OK。我希望大家咧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話係唔好蝕錢，保咗本先，保到本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燒，唔好太有心急 ，OK。但係你如果跟住我買賣，唔好去擔心 ，OK。咁未來嘅市況係點咧？同呢個世界大事有影響啊。咁美國究竟會唔會美國已經係抌隻腳入去嘅，其實美國飛機已經入咗伊朗嘅領空，亦都係有啲行動，炸咗少少嘢。咁但係佢又冇話好高調咁去表態嚇，因為點解？始終咧美國嘅共和黨好多嘅議員咧都係反對參戰嘅。咁但係 Donald Trump 嘅諗法，Donald Trump 以美國優先，其實 Donald Trump係一個生意人咧，佢係睇長遠。我覺得未來3年或者10年或者20年，邊樣嘢對美國好？佢唔會淨係睇嗰1-2個月。如果淨係睇3年對美國好，淨係自己喺個任內係可以射波咁樣咧，呢個唔係 Donald Trump 佢嘅目的。Donald Trump 嘅目的係想係名留青史，仲要個名仲要勁過朗奴列根啊！即係佢個 vision 就係咁，錢佢唔係佢目的嘛，佢梗係希望攞到一個建樹，即係有啲contribution 對於呢個整個國家，佢先覺得佢值啊，明唔明白？變咗喺呢點嚟講咧，佢睇得比較 long term 啲，佢睇對於整體美國嘅下一代或者美國嘅未來2代係點樣樣。好多人咧唔敢睇咁遠，好驚好似 Carlson 嗰啲 Fox 前主播，哎呀唔好打陣間又會即刻大世界大戰嘅。大佬，你諗長遠啲嘛？長遠啲係邊樣嘢真正係對美國好對於全世界好我諗Donald Trump佢嘅 vision 已經係除咗美國之外，佢知道當個地球都好咧，美國都會好。所以有時候佢只不過啲參議員咧，好多共和黨參議員咧綁手綁腳佢就變咗嚟講低調好多。OK， 否則佢話 bling 啦，已經明白做生意嘅人係好果斷。OK。亦做生意都係好 stubborn， 意思係話佢決定咗係咁做 ，OK， 佢唔會改變，佢知道邊個樣係 right，OK， 咁而佢經過2次行刺唔死得，佢覺得自己係有上帝嘅呢個保護啦，同埋佢有個使命感喺度。嗱呢一點咧係其他嘅總統冇 ，OK，
同埋佢啲薪水都冇攞薪水，佢啲錢佢啲人工資全部都冇攞到，捐晒出嚟嘅，係咪？邊有美國總統係咁咧？仲有佢嘅總資產值由佢做總統到而家係，佢總資產值係少咗嘅，即係佢嘅身家財富係嘛？咁其他嗰啲人咧，你睇下奧巴馬，其他嗰啲前總統做總統或者做總統之後，啲身家暴漲成8倍、10倍咁漲嘅。你睇到 Donald Trump 佢係冇喺呢方面去謀自己嘅利益，而反而佢自己係貢獻咗佢自己嘅時間。嗱，無論你中唔中意呢個人，呢個係另一回事嚇，喜歡與否。但係我哋睇事對事不對人，起碼佢目前嚟講，我從經濟嘅角度，我睇到道指上、恒指上、道指上、道瓊上、Nasdaq 上，我睇到美國嘅unemployment rate， 我睇到美國 inflation rate，OK，我睇到嘅全部係喺Donald Trump 喺執政到而家係好嘅一面。我睇到係好多其他國家咧有克制，最近其實有幾個細嘅戰役咧。Donald Trump 都擺平咗、撳低咗，譬如話巴基斯坦同印度嘅打仗 ，OK， 同埋最近非洲仲有2個國家又打仗 ，OK， 都俾Donald Trump 喺後邊撳低咗，即係能夠撳嘅撳晒嘅已經，所以變咗一個和平嘅表徵咧係多咗。咁而你睇下哈馬斯嗰邊又弱咗啦 ，OK， 真主黨嗰邊又弱咗啦。如果伊朗呢邊變成一個係自由民主或者係唔咁獨裁嘅國家，開放咗嘅國家。哇！咁犀利咯，咁整個中東咧就係更加和平。中東嘅和平唔係由談講出嚟嘅，中東和平你真係要以你嘅威力去壓制出嚟。OK， 咁當初就係呢種嘅威力。有其他總統有冇？冇啊，梗係冇啦。唔通你叫阿老嘅拜登行樓梯都跌跌幾級嘅走嚟搞，梗係唔得啦，明唔明？所以喺當初呢一排，即係可能上帝都覺得呢個世界太亂。咁啊，請個 Donald Trump出嚟咧，係搞一搞比較好啲。咁雖然法國總統得把口，邊做到嘢㗎？德國趁風打劫又有差唔多，或者係咩混水摸魚又有，見風使利又有。歐洲又唔團結啊！英國呢個保守黨出爾反爾講嘢，所以成個歐洲咧，即係一鑊泡咁樣樣，自己都未搞掂自己。個烏克蘭到而家都未可以搞得掂。歐洲嘅你本身嘅經濟體咁大，你本身嘅軍力可以好強大，你做乜嘢？就因為心散咯，即係一盤散沙咁，幾廿個國家點樣先可以維持到咧？所以其實咧，歐洲都係你唔可以依靠佢 ，OK 混水摸魚嘅多。咁俄羅斯自己都鬧亂啦。咁中國現時好多嘢唔明朗，係咪先？仲有咧經濟又一塌糊塗 ，OK， 所以而家只係得美國尚算係維持得好好。咁我哋都希望咧，美國紐西蘭澳洲啲經濟咧，繼續咧帶動全球嘅經濟，繼續咧係向好。咁我哋有啖好嘅飯食啦，起碼得閒可以華爾街度抽下水，賺翻1-2蚊，咁食下晏仔，咁傾下偈咁樣就係咁嘅咋。所以我都希望Donald Trump咧，即係如果佢做四年冇得做噶啦，咁希望即係共和黨起碼范斯可以跟到手，即係做到即係。跟得貼啲嘅時候，敢擔當同埋經驗係，我覺得真係Donald Trump嘅啫。你下一屆嗰個，揾個後生嘅上嚟，都已經爭弱好多噶啦。所以係呢幾年嘅啫，所以大家珍惜一下。OK，好啦，講到呢度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